VSH is the original referral veterinary hospital here in Hong Kong. We provide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pecial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We have an amazing team of emergency doctors, and all of our specialists are board certified from either the US, Europe, or Australia, and they're all here to make a better world for pets. To care for your pets when you need it most, we provide 24-hour emergency in Kowloon. 除咗急症同埋緊急護理服務外，我哋仲設有神經科、心臟科、腫瘤科等10個專科。醫院護士亦會喺診症過程中提供即時翻譯同解釋，確保主人充分了解寵物狀況同獸醫嘅治療方案。醫院亦都提供心臟超聲波影像、心電圖、24小時運動心電圖等先進設備，確保寵物得到最準確診斷。對於患有神經系統疾病嘅寵物，我哋亦有神經病學同放射診斷嘅專科團隊，配合最完善醫療設備，例如 MRI、CT scan、透視檢查等，協助研究同治療神經系統疾病。腫瘤科專科針對患癌症寵物嘅情況，提供相應嘅癌症診斷同治療，同時亦會同其他專科團隊緊密溝通，度身訂造治療方案。我哋嘅化療室引入咗人體工學設計嘅疏散罩，確保安全輸送化療藥物同劑量，令寵物可以喺安靜同舒適嘅環境下進行治療。當寵物需要接受外科或內科手術時，醫療團隊同麻醉科都會進行疼痛管理，去評估需唔需要全身麻醉或鎮靜。喺麻醉期間，亦會全程監測，確保寵物喺成個過程都感到舒適。醫院亦設有血庫同化驗室，可以即時進行輸血同埋化驗程序。眼科喺獸醫嚟講，其實同人都一樣嘅，要經過一個長時間嘅培訓啦。所有眼睛嘅部位我哋都會處理嘅，有眼角膜啦、眼睛裏邊嘅發炎嘅原因啦、白內障啦、青光眼啦，甚至乎視網膜嘅問題，我哋都要處理嘅。除此之外，牙齒問題、皮膚病都係寵物常見嘅疾病之一。我哋嘅皮膚科同牙科專科團隊配合最先進嘅設備，診斷出寵物嘅健康問題根源，並提供專業醫療意見，令寵物得到最合適嘅護理。VSRX 係香港唯一一間嘅獸醫藥物配製藥房。咁我哋嘅藥劑師會根據動物嘅需要同埋喜好，去度身配製一啲配方俾佢哋嘅。我哋嘅配方可以加入唔同味道，變成藥水或者一啲軟身嘅藥丸啦。另外，亦都可以將佢做成外用嘅藥膏，咁就搽喺皮膚度俾身體吸收嘅。醫院有寵物住院區，護士亦會24小時監察住寵物狀況，亦設有診症室同探訪室，方便主人了解同探訪住院寵物。VSH 致力為寵物提供全方位、專業同優質嘅獸醫醫療服務。如果你嘅寵物需要專業診斷或治療，歡迎同我哋聯絡。